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基本語夫妻來呢個節目。今日大家咧小解類似苗栗嘅一個當後生嘅插法家好，哇講到插法，大家是咪想到花土？我話我是咪知道很重要喎，為花土呢件事情。不過咧，到底幾條形容因做一個插法家，幾條嘅作品帶來乜嘅人響？今日咧分享呢個裏邊嘅是來自苗栗嘅 Nick 戚世賢，歡迎。大家好，我係戚世賢，今日同歡喜來到客家電視台。耶！你亞基發有偷偷的練習嗎？有練了好多次。因為以前係在苗栗出生，從嘛，古早做在談客家話，唔講唔係前衛講安容易。然後亞哈在台北住這樣子。對，在台北。好哇，基本真嘅真歡喜，做在邀請到 Nick 來到亞邊同大家來大嘴鼓講一下你的作品。一開始同大家來講嘅就會講，哇，這現場有很多你的作品，對不對？對。對，然後他們真的很壞，佢都動壞，因為佢都冇亂來講，你的作品都帶係乜嘅東西，因為要先讓我猜一下，可以嗨，然後那個是什麼樣，然後一點都不透露，對不對？對。如果講不好，不會怎樣哈？不容易。不會，就是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同的解讀方式。看，這就是藝術的特質，而且也就是它特別的地方。好，我們先看桌上，先看桌檔兩張，一個是champ色改一張黑，我們說綠色的，對不對？我可以隨便說，對不對？說這個好了。說這個好了。你看，用心朋友昨天看到走檔有一個好像地很嘛改動戲，所以那個是什麼呢？然後我又問你，可能講他是幾很嘛改動戲，他說你看佢感覺像嘛改。我知道我看嘅時間，我知道佢青蔥就是有2個人。嗯，對。還希望我再多說一點嗎？沒關係，就是一個2個人的情境，對不對？對。但其實它就是一個，它其實是一個星星的意涵，它其實是2隻手在窗台前，然後祈禱的這個動作。你看，我完全想的都不一樣。對，但的確也有一些人在展場之後有跟我分享，說是2個人牽手走在公園的銀河步道上面。OK。對。可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我在猜該黑龍感應嘅時間，我心裡其實有在想，那個地上的星星是什麼？嗯，對，我就在想我的答案一定不會太完整，所以結果整個所以給2個人的，他是一雙手的祈禱，對不對？對對。哇，你看這就是一個我們說藝術家也好，插法家也好，想要透過作品來傳遞不看感應的一種感覺，對不對？嗯、那你要分享一下這個你的創作嗎？好，就是這個是我們今年1月剛在新竹結束的一個小題大做的每一天的一個7個藝術家的聯展。那這個展覽呢，本來就是設計給6到12歲的小朋友來看的，就教他們就是一個展覽如何從0到做出來的一個流程，然後透過實體化的展覽去跟他們分享，這樣。所以簡單來講，那個是展覽裡面的作品。對，就是我除了負責這個展覽的展場設計、主視覺之外，就我也是其中一個展出的藝術家。那這是其中我展出的其中的一個作品，這樣。那我能不能這樣說，小題大做安永改展覽其實是小朋友做的策展，是這樣說嗎？有一點點。應該教小朋友策展。對，應該主要就是說，希望小朋友透過觀察日常生活中的很小很小的東西，可是怎麼樣從這個很小很小的東西去發展出他們想要展覽出來的概念，跟他們想要傳達出來的故事。OK， 對，所以第不讀要做的可能你改作品，你嘅作品第度旁邊這個我非常喜歡。嗯，我不是很想猜，但是我可以講我的感覺。我當然直觀來說會覺得它很像一個湯匙。對。我的直觀是這樣，但是上面那個紅色的那個東西，我也會覺得它很像是一個什麼頭髮的那種感覺。嗯，所以那老師要解答了嗎？它其實是一個樹林的概念，就是那個綠色的其實是一個樹。你看我猜的，就是結合說，因為樹會生火，就很常我們看到新聞上面可能會有什麼森林大火，因為天氣太乾什麼的，所以就是讓人家說，就是因為這個有結合塔羅牌的意象，就是說這個是一個權杖，就是代表行動力的這個概念。然後只要你有行動力，就會生火，然後就會就是可以行動這樣子。我覺得藝術品很奇妙。很奇妙，就經過你的詮釋之後，我就覺得它不一樣嘞。對，我現在很想擁有它，為什麼呢？因為就是你有一個權杖，然後你是走在生火，就是會感覺很有能量，對，然後又覺得好像很生生不息，那種感覺。對。然後它如果現在擺在家裡，就會一看到它，你就會覺得哇，那是一個森林，然後它有一個能量在那邊。對，沒錯。哇哦。
哦，你看。我觉得艺术作品是按用你做在地做扎根用你来看两张艺术品，不应该意义嘿嘛，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很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它的颜色。哦，所以你也是在小题大做地图做在看多个作品。对。好，那我们可不可以稍微来聊一下，到底那个小题大做的工作坊？刚才讲，其实我们是有教小朋友策展，你也要配入条哈虫哦。对。对不对？然后负责不一样的东西。对。应该说小题大做的每一天，这个展览是源自于一个大展伸手做展览的一个策展的一个计划。那它其实是我朋友一个均匀制作的胡心怡他发起的一个教小朋友怎么样做策展的这个工作坊。那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教学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从2020年就开始，从台北士林的美国学校开始，然后一直做到今年，然后我们已经拓展到各个不同的县市去。那主要就是透过展览的这个 SOP 教给小朋友，然后让小朋友从展览企划面开始，然后再教他们怎么样做展览的视觉设计，然后怎么做展览的空间，然后最后帮助小朋友完成一档他们的展览这样子。小朋友睇咗幾歲到幾歲？大概都会是小学4年级到国中都可以。会觉得困难吗？会困难吗？其实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但是就是要透过引导的方式去教他们怎么样去，因为他们可能还是会习惯停留在学校的美术课啊、美劳课，可是要变得说要他们想一些内容，或者是想他们做一些视觉上面的发想，就会需要去引导这样子。是，所以你还没有讲说在讲，就是也算是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创造力，对，还有想象力跟想象力，然后想象力，对，因为你刚刚讲到从表阅读后搞系讲学法图，对线上教音容易是容易。对，然后但是我们也会，我觉得我们华人教育在这一块也会动习惯于躺线上有音功。没错。对，而且跟熊两件事情其实还挺困难的。哇，好险我现在不用做这么难的事情。不会，其实很有趣。很有趣。所以小朋友最后有成功的，也算是就是一个工作坊。你觉得最重要，他们从里面学到就线上你刚才你说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对。那他们未来也有机会可以策展。对不对？对，就会帮他们做后续的优化，然后最后就会帮他们把这个展览的实体给呈现出来，这样子。所以线上一读地读是教晒给口仓。对。所以就是教，就比较像课程具体的学习一些设计的概念。对，就是可能像譬如说我拿嘉义市立美术馆当做例子，因为我们在这个美术馆里面。移植这个计划大概已经有3年多了，然后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帮他们制定不同的主题，那每一天不同主题，我们就会帮他抓关键字出来，然后再透过关键字，然后再用引导的方式教小朋友从这个关键字，然后去发想他们的视觉跟元素、形状、颜色、材质。然后最后再帮他们组合起来，就跟他们说这个就是你们展览的主视觉啊，然后再做后续的，就会比较像是就是一个完整的 SOP 就对了，就让他们去按照这个流程去走，这样。对，所以其实以前是比较被动的学习，然后追妹可能比较主动的就是去观察，那现在他们可以自己创作 create 这个重走一张展览的这样的感觉。哇，很可能是 AD give me tip， 一开始到大家都小改，线上带了一改就是小题大做，小题目太做改一种改，做啲讲工作坊，从嘛哈。不过讲到两篇，其实填充出要线上动作改作品改啊，一开始有团到我猜错的，爱团错改修改起图，然后提议就係愛摸团错改，就是这个树林生活安用改概念。不过现场还有一个非常我觉得很欧洲风味。然后很有温度，然后港过来就是手感的一个小的一个好像笔记本的东西，或是散文集，这个对不对？这是你的作品，这个也就是这个对不对？对，它是我的英国的毕业制作的作品。这是其中一个吗？还是这就是你？这是其中一个，是。对，因为当时还有一些装置跟空间上面的布置这样。我可以问一个很比较。外行或是比较没礼貌的问题就是说，系讲用心配用医疗还都应关于医疗的时候，还是可以在蛮多的这个店铺里面看到他们非常精致的这样的一个小本本。我自己觉得，然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现在2024年，来提一张念头还是被熊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对不对？台大用手机啊，用都动习惯了。到底这些笃进归改这个店铺里面买这些东西，到底它的功能？跟它的作用是什么？
因为回来台湾你真的不会，以前没有手机的年代，你看没东西打开了。我说老师，我说的不是你的作品哦，我说那些小本本，以前你还会打开来抄电话号码，对，写名啊，写填法号码。可现在那个小本本，你觉得对英国来说，你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或是实用的角度，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其实我会觉得那个就是买一个温度跟手感跟感觉跟或回忆，因为就是虽然说现在就是数位普及啊，就大家可能会接触3C 的东西，可是其实一些手感、触感跟你当下买的时候的那个氛围，其实还是会促使人要去做这个购买的这个动作。就不管就是可能你回去之后你没有很常翻，可是其实你偶尔打开的时候，你的那个回忆又会涌上心头的那个感觉，其实就是买的那个感觉，就是那个旅行的回忆也好，或是你过往的一些经验。立行改分析哈，了解作品呢是线上跟他讲的，他这地图非常都改故事，不如讲还几改故事，还几改分析。其实呢，还都羡慕他，很羡慕你，就是你可以把那样的东西藏在这个本子里面。像我们就没有，哈，都改。聊地图有冇改故事？你先聊下，等下再你讲。东方影理解节目做得绕墙到 Nick 插画家了，都理解节目地图，那大家的分享理解作品，然后一些故事哈。哇，我们就是天南地北的乱聊。不过这段节目也特别在聊一下你读进贵改毕业的作品。哇，这个摸起来好有质感哦，真的很像我们的护照，而且它看起来其实也不应该复杂，从哦。对，就是照护照的大小，还有护照的我们台湾护照的颜色跟皮，就是特别真的还是选这种材质。真的，而且啊，这应该是你过期的签证对吗？对，过期的英国签证，但是就是改 Visa 就是Visa 还要签证的时候。对。好，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小小的感动，就是说。以前在过机场的时候，是不是都要过海关？然后他要帮你盖章。对。然后贴牌是为启动关，哇，你这个护照本，什么时候换护照本？除了粘铁豆粘字以外，打开里面非常非常多的章，你就会觉得很喜欢那一本护照，因为那是你所有的痕迹。一个过往的。如果连哈，是不是就不用盖章了？现在是不是快速通关？自动通关，就下去逼一下就过去了。然后我的护照超干净。一个章都没有，除非你到国外是国外的章。对，所以我觉得你看，就是随着口气改反态，然后西特改改变，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们还特别需要保留温度跟保留手感。对，好，那这是老师的作品，可是不一样哦，这里面有非常多哇，看起来很像很文学的这个诗集在里面，这是你特别放进去的。对，这是其中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那时候在英国2年多，然后就很想家，然后刚好那时候毕业的作品就是刚好跟想家的心情有关，跟情绪有关，所以我就写了9篇英文的散文，然后就把它放在。是你写的哦？对。哇哦！对，所以就牵扯到说，其实去英国念插画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学插画这件事情，其实就也接触到了写作啊，也接触到了制作跟不同媒材的创作这样子。哦，所以你知道吗？哇，我今天才知道这是老师写的诗，所以其实是黑狗金代强也该艺术家，他也是诗人呢。作家，写作的人，对，好酷哦！哇哦，I walked toward the window to see morning London。所以你那时候是在伦敦吗？就是那时候是回去英国，然后第一天早上起床，然后发现我已经回到伦敦，因为就是中间有回台湾过暑假。OK。然后第2天起来发现其实我已经在伦敦了，就觉得好像一场梦一样。哇，真的是这样写，对，没错，不能再念就吃不起饭。好的，所以这是老师的一个走评读呀，第5读。好，这个是另外一个，所以线上与共读，这是读英国图书改西街改作品，所以在那里你也接触到了所谓的立体的独立装置。是什么？那是一个应该说装置作品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对，因为就是应该说在还没去英国前，就我觉得插画就是单纯是插画，
它可能就是印在出版品上面，或者是说直接印出来，然后挂在墙上做展览。对。可去英国念书之后就发现，其实虽然每个人都有可能插画的专业或是设计的专业，可是他们在讲他们想要讲的故事跟想要表现的东西之后，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呈现，比如他们可能会用表演艺术。或是他们会用一个大型的装置作品，或是他们会利用拍片啊、做音乐啊的方式去呈现，所以那时候会让我有个文化冲击，就会觉得说，其实虽然说我是插画专业没错，可是我可以利用不同，就是去探索不同的媒材跟材质跟表现方式，就可以让我的作品能够有更多的样貌跟不同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好，这个是一个在英国学习的一个冲击。另外一个，我们说文化改冲击那种 culture gap， 也给你有一点这样的感高崇哦，是不是也是来自于老师的方式回馈？对，就是老师的方式跟引导，因为在东方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说，最后的那个东西就是成品要很精致、很完美，那才是就是最棒的作品。然后他们可能不会在意过程怎么样，可是，在英国的时候刚好是相反过来，老师其实就是很在意我过程试了哪些东西，哪些东西是失败的，哪些东西是可以继续再用的，然后或者是说他会希望我可以什么东西都不要像在英国念书前。就是好像都很完美，就是画不好就擦掉，然后重新画过一个很精细、很精美。他觉得那个其实相对来说，他觉得有一点点差错，有一点点不完美，那个才是就所谓的一个温度跟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创作的作品。所以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你来说有很巨大跟具体的影响。对，就会让我变得更勇敢的去尝试不同的媒材，然后跟探索就是。自己在创作上面会有更多不同的可能，以及就是会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放掉一点点，就是会更有一些差异上面，或者是说，不那么完美的一个感觉。哇，刚刚听到有一个字很感动，就是勇敢，对，就让你更大胆、更没有束缚，然后更开放的去。做你愿意尝试的事情，而且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对，过程其实失败了也还好的那种感觉。对啊，那就是一个但是这也对于失败的定义是什么，对不对？好，有时候你不知道，尤其是你是走平什么 ，OK， 我觉得这很棒所以应该也蛮开心的。对，得到蛮多的。哇，听起来很棒哈。虽然说这样的一个头力动踢拐，我觉得人很奇怪，这样的道理我们在阅读上面，或是烙音仔打嘴骨改是一些咱们得摸谈过。可是真的有一个你蛮信任的老师，我亲口这样子对你说的时候，好像你就愿意听他的那种建议，然后自己认真的去尝试，应该刚就会在那个当下会做一个尝试。我觉得这是线上读英国好戏改一下动重了改提报，如果基本看线上可能动摸用来作品读做当然你可能都。那好像是一个小小的陈设跟装置艺术，读爱改修头会欣赏一个哇，动有问图改立体改安用改重新复杂改作品，你带起来安用，其实线上他本来是一个插画家，简单来讲就是画图的人，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可是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就在你俩哈改作品地图，我们说网点。好，我来帮老师讲一下，网点就是点点点，动透谁点。点点点的那个东西，看漫画的时候我会看懂。对。不过现在会变成老师创作的其中一个特色。什么？对。应该说，这是也是在英国的时候接触网点的这个东西，因为那时候在英国有一个特别的影印机，它可以制作出一个比较特别的印刷的效果。那这个东西就会制作出网点的效果。那也因为这个作品就是在英国有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奖项，所以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幸运的象征。所以之后我在作品上面就会移植这个网点在我的作品中，就慢慢的开始大家就会觉得那个是我的一个特色，所以变很多人就会说，为什么你这边会有网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看到那个东西就会知道这个是我做的这个作品这样。我觉得这就是创作动身起改提风。其实如果大家有从小看漫画，其实网点也不是什么太特别的东西。对，哇，怎么会有点点点？好像不太是这样子，对不对？可是重点是你怎么样把那个东西做发挥，或是做创作，没错，变成另外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好，所以大家刚才读填习读啊，有可能线上改作品可能填习可能冇很清楚，不过所以要线上去改法图字我因做的可能点点点。有些我刚有一个印象很深刻，我好像有看到老师的这个有一个是2个脸的，那个脸好像是云，是不是？对，就是人，然后
脸，然后那脸是白色的云，然后那个云上面有一个蓝蓝的点点。对，那个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那个我就很有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对，可能你只是云，我可能还没有那么有感，但是因为你有云狗 hair 有点点，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图，我们做谁聊这种图，你可能感觉在夯炉，然后我们走在看到几个面。是润，然后又是有点点的，我就觉得很有趣。那个应该是老师其中一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作品，这样。对，那个是一个之前在高雄电影馆的一个特展的一个主视觉的作品。真的，它有什么特别的意境或者特别的意思吗？其实它那个特展，它就是要戴，现在有个VR 的眼镜，就你戴那个眼镜之后，你就会进入那个虚拟世界。所以我把那个云挡住他的眼睛五官的地方，就是他戴了眼镜之后，他就好像乘着那朵云，然后就进去那个 VR 的世界里面。是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把五官的地方挡住，然后用云的方式去代替。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有机会去看画展的时候，旁边都会有一些解说，我觉得真的会有帮助。会啊。对，因为像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只是直观，我就一种感觉说我觉得我很喜欢。可是我们不会想说它是什么意思。对，但是经过老师解释之后，就说原来是这样子，哇，就会觉得又多了另外一层意义在里面。然后你再去看那个作品感细节，你就会有不同的诠释，对不对？对。哇，等会厉害老师来作品其实这个老师的故事听起来是很有意思。我要跟大家来介绍，因为线上工具可以插画家从某个所以也发图，所以这都是老师的作品。真的会画图的人真的很令人觉得讨厌，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是老师在咖啡厅令尬壁改时间发，对不对？算是在咖啡厅的速写。对，咖啡厅的速写。你看是不是？我们去咖啡厅就是最不都是喝个咖啡，聊个天，是不是？然后他去喝咖啡就可以喝完之后就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而且很浪漫呢。就是坐在咖啡厅拿出一个小本本，然后拿出一些颜色跟一些画笔。对，就是随身携带的水彩。是。对，我们老师要不要特别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安养改习惯。应该说这个是当时在英国上课的时候，老师给我的一个建议。他觉得我可以多去练习手感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建议我可以去咖啡厅或是地铁上面画地铁上的人，或是咖啡厅。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去咖啡厅，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观察形形色色的人的地方。那其实我就是不管在英国还是在台湾，我都会习惯就是空闲的时候拿一个本子然后拿水彩，然后去画我觉得适合画的角度跟人群，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哇，如果有一天我在咖啡厅碰到你，我搞不好会成为其中一个人，对不对？对啊，就是非常随机的。很棒哎！你有什么机会可以被别人画，是不是？对不对？哇，所以你一般读该片待多久？就比如说1个小时，你知道2钟？大概对1到2个小时，然后就去做这样的不分季节。不分季节，对啊，就在会特别分什么时间吗？比如说一定是周日的早晨或什么的？通常可能会下午的时候比较多，因为有阳光。就是那个。那冬天怎么办？尤其你在英国，大部分都灰色的啊。不会，那这样在灰色的这个时空，没有这样，它室内可能它就会点黄光，那其实就会有另外这样。就是浪漫温暖的氛围，是哇，这种气氛真的是起高来冲走。还有没有改故事？你等下再来讲。东方宇宙的绕墙头，你改插画家Nick来到节目地图，刚刚讲到你在这个咖啡厅改速写，我自己的感觉是，除了让人家很羡慕之外，其实老师在那边最重要是观察，不是专程去画图的啦，其实你是去感受、去观察，然后练习手感，对不对？跟培养自己的那个资料库里面的那个内容，对，灵感的内容。然后如果这是一个你内在的一个感觉，但是如果对我来看的话，我就会拿回起头钩，其实也像是一个旅行日记耶。你这是一个写日记的感觉，因为你翻开每一个图，你就会知道啊，这个是在某个咖啡厅，那就我吃了这个。对，或者是说在这边遇到了哪些人，然后这些人可能有发现我在画他们，或者是没有，但是那些故事都会在翻开的时候，就是进入我的那个心中这样。我觉得真的很羡慕，不管是线上改下工诶，就是你走改作品，从你浮躁呀一波，因为像你俩台家也厉害，你可能是拍照。
去想，所以你看相片时间说啊，哦，这个时候我在日本啊，我在日本。可是我觉得看这个真的不一样，因为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频率很高，系讲你就海外时间，系讲你大家礼拜都有去，其实你等于是在为你自己写日记。没错，我觉得这种写日记的方式，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对，我只是担心我用了浪漫这个形容词不够高级哈。我们讲仔细手动动漫，那个一种是大家不中意，不看阿婆会被吓死。但现在大家已经不太习惯写字了，所以讲有安用个 gift， 我觉得很棒哈。好，其实还有动动线上的故事，昨天大家分享，我们讲你等下先来开始讲一下，又会夹夹讲。老师，你知道我们有这个单元吗？知道。哦。对，但就会有点紧张，不知道会问什么问题。你不要紧张，这个都是问一些。就是跟你专业无关紧要的事情，对，好的，那老师准备好了，这个题目很简单，题爱伦蒙改世界，老师你在画画对不对？除了纸张以外，你最想在哪里作画？这有2种感觉，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媒材，第二种是什么地方？哦，因为刚说除了纸以外，纸可能是可以接触到被更多人看到的户外的地方。譬如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墙面，或是公园，或是废弃的火车车厢之类的。哇，就是可以被更多人看到的地方。哇，很具体耶。对，但是可能难度有点高。但是我目前想要的画面是这样。懂。对，那我可以问一个很没礼貌问题，那像一般那种会偷偷在你旁边涂鸦的那种墙面，那算不算？也算哦。但是你希望是很明确的，对，或者是合法。合法的地方，或者合法的程序，好的一个场景，对，很酷哎，好，听一听，你喜欢当晨行人，早晨的晨还是夜猫族？晨行人。那你现在是什么？你俩还黑吗？以前小时候比较是当夜猫族，但是现在就是年纪越长越大，必须要好好养生，就会往晨行人的方向迈进。对，但是我是喜欢当晨行人的。为什么？因为会觉得时间比较多，然后因为早上会觉得让人家比较有活力的感觉。对。懂。我也喜欢当晨行人，因为我会觉得感觉上那天很长。对啊，不会有浪费时间感够。对，比如说你不小心7点起来，就觉得哇，今天我有整天的时间，然后你突然弄12点说，好，怎么已经快要下午了，然后就晚上了，这样。对啊。好的，题上题，这个是你比较想要当塑胶袋还是保特瓶？为什么？这是什么？我不要，我都不要。我也不要。对，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又不是问我要讲为什么，因为我很怕，就是这些塑料会伤害我们现在的海洋生物。哦，对，这是其中一个。对，我怕那个金鱼的胃里面有塑膏，有几老的，对，金鱼肚子一打开里面有有几老的，很可怕吗？很多这样子的新闻。好的，你跟我一样都不要。好，来再来这个，你在英国最喜欢吃的东西，读英规最好是改东西。胡萝卜蛋糕。哦，对，这有个小故事，就是因为我不敢吃红萝卜，但有一天一个英国同学他就是烤了红萝卜蛋糕来，然后他就要请大家吃，可是我跟他说我不敢吃红萝卜，所以我不吃。他就说 you have to try， 他就叫我一定要尝试看看，就一吃就爱上了，就觉得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为什么你一吃就爱上？不知道，因为它完全没有红萝卜味道。然后一方面是因为我本身就喜欢英国，所以那个红萝卜蛋糕本来就是英国的一个算传统的甜点，然后就觉得就是味道我也能够接受，然后再加上在它文化上面的意义对我来说也是喜欢的，所以是一种感情。对，所以之后有去咖啡厅的话，我就一定会点红萝卜蛋糕。哇，那在台湾会吗？台湾比较少，台湾比较少看到，但偶尔有看到还是会点，就因为觉得那是一个回忆这样。对，为什么要出这个题目？因为英国好吃的东西很少，都少。我还以为老师会说出什么炸鱼薯条，真吓死我了。不行，那个不行。你不要这样子，鱼炸的好也是不错的，那个真的很不行。因为赌进龟除了泡薯条之外，其实其他大部分都外国食物。对，不然其实他们没有什么，不然就是汉堡。有一次如果同学说，你来我家，我要请你吃饭，你不要太期待，因为他可能端出一个汉堡，没错吧？对，他整桌就是那个汉堡，想说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因为你抢陪你喜欢都是整桌的食物这样子。哇，这个很酷，这个胡萝卜你讲
那个胡萝卜蛋糕。那等一下，那你在下吃胡萝卜这个蔬菜本人了吗？吃了。哇，这个改变真的很大，所以像那个味道你可以接受了。可以。那你可以挑战胡萝卜汁吗？可以啊，因为像餐厅有时候它会胡萝卜汁会跟苹果一起打哦，很好，很棒。所以后来我就真的敢吃红萝卜这个东西。太棒了，因为推班煮出来很容易看到胡萝卜，煮什么都要把胡萝卜当配料，对不对？好的，再来咋个来？如果你有钱创业从呀，你最想做哪个生意？最想做什么生意？或是你最想做什么？一定要生意吗？没关系，好，都可以。有钱创业的话，我想要做慈善。我想要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好，这是一个很广义、范畴很宽，但有没有什么？如果再缩窄一点，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需要被帮助的对象？好，那就可能结合我刚刚说的教小朋友的策展工作坊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可能就会希望有一些可能失学的小朋友，或者是他想要学习，可是他没有途径或没有方式去学习的话，我就希望能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他们去接触到他们应该享有的这些权利，然后他们去培养美感也好，或者培养创作力、想象力、观察力。对，我希望可以做这件事情。听尼克信上要讲，我觉得尼克老师对小朋友很有负担，感觉就是说你对他们很想去承担一些小朋友的事情。对，就希望他们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环境下面去成长。对，很棒。最后一题是不是觉得很好玩？这题单元是不是？动圣起好，黑公你有时光机，西贡地，你最想去西元几年？没关系，过去或未来。你可以说清朝或明朝，什么都可以，随便。可以。我的意思是说，它都可以，任何想象。我想回去2016年。为什么？就是我出发去英国的那一年，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完全归零，就是放下一切，就是带着一个行李箱去英国，就是开始这样子的学习跟探险。然后我想要再回到那个时候，就是重新感受我当时的勇气跟初衷。对，我想要回去那个时候。这么明确。可见的那个真的是带给你很大的快乐哎。对，那2年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不会觉得课业压力很大吗？不会，那是一个享受，因为成长跟痛苦是并存的。对，所以虽然我在那边会有些辛苦，但是我成长很多，所以我会很想要再回去那个时候。放下一切是指你那时候有什么特别的？那时候就是有工作啊，或者是说就是本来工作都非常非常的顺利，就可能也不用愁就是来源什么的。可是，一旦我放下了，飞去其他国家，可能客户就不会再找我了，因为我可能在时间上面没办法配合或者什么，那可能我的收入可能就会顿时的没有或是变少。那变成说我就是要专心的在学习这件事情，所以就会有一些牺牲。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愿意放下这一切呢？因为当时就是工作上面也会觉得被掏空了，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自己想要在专业上面有所在精进，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应该要出去一趟。哇，这个答案让我非常感同哈，因为我在老师的眼神里面有看到他真的很喜欢该团西贡哦，所以很明确的讲出2016年，可见那个是带给你生命中很美好的一段，而且成长跟痛苦是并存的，这件事情的确是很令人觉得没错，对，但是看起来它带给你来是真的是很正面的回馈跟很大的一个能量，对，哇，太棒了，很好。我要来想一下，你讲爱走的穿到够应该一到什么时候？我觉得我现在阿里动态，我可能会想回去幼稚园，然后你们就可以问我说，为什么是幼稚园？我说因为那时候只知道吃跟玩跟睡的那种年代。好啦，讲一下。不过谢谢老师这么真诚的分享，我刚刚也觉得真的有很多的故事哈。最后的几分钟，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未来规划？未来规划，其实我以前就会觉得，什么时候好像就一定要完成什么样子的案子或什么样子的事情，但是我后来会觉得，就享受当下就好，然后只要有什么舞台或是适合机会，只要来了，我能够去争取，我能够去做，我就好好的去做。对，那不管是可能之后在节目上啊，或是在任何的活动上面，都希望可以有我的作品出现。然后刚刚讲的教学的部分，就是未来小朋友的部分还会继续，那也会有
成人版的跟老师版的，所以就会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就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太棒了，非常羡慕感谢你在线上今日来到节目地图来大家的分享吼，唐先生的故事就会有一种感觉，好像你悠然是会在某个地方跟某个角落跟老师相遇吼，可能係拄到去嘅咖啡堂，然後做其他嘅工作坊，所以非常感謝線上今日來到節目地圖，有新的作品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聽聽下來你來做論壇了。校刊復習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面書咧傾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句影片分享出去哦。